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45章。约瑟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，尼尼亚的囝巴录将先知耶利米所传的信息记伫册里。迄时耶利米甲巴录讲：巴录啊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有得讲，我有够惨。上主伫我痛苦的时，搁加添我的忧愁。我吐气吐甲真善，嘛无通有一丝仔安息。上帝吩咐耶利米，着甲巴录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要拆毁我所重建的，甲我所栽种的拔出起来。伫全地我拢要安尼做。你得为家己图谋大事是无？毋通图谋。看咧，我要降灾祸予所有的人类。毋过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会保全你的性命。上主安尼宣告。